今仔日各地是真好天，透早因为辐射降温的影响，台北出现9.8度的低温。气象署提醒，明仔载初三透早中部以北的低温，也是有可能伫咧10度以下，日时就会开始回温。也若高速公路为明仔载开始会出现上北的车流，提醒民众下晡1点了后，国道1号、3号部分的路段，也有国道5号上北的方向会有高乘载管制。日头出来，更多是等于外头出的日子。国道车多，高公桥高层，正月初2全港的交通量差不多平常时1.5倍。其中国道5号上北伫尾暗6点高乘载管制结束了后，佫出现上北车流，每一个交流道拢摆甲长路路。从上午10点开始就车流量大，有车速下降。那预计这个情形会到深夜才疏解。高公桥有讲，正月初3中昼过后会出现上北车流，所以由下晡1点开始，国道1号下行系统甲头份，甲国道3号关行系统甲竹南，各交流道上北入口拢会高乘载管制。国5、苏澳路东、基南甲头城上北入口，伫下晡1点甲6点高乘载管制。因为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影响，气象署提醒初三透早中部以北也是要注意低温。明天清晨局部地区中部以北还是有可能达到10度以下低温，像是北部，像是桃竹苗，依然还是有可能达到甚至8度以下低温都有可能。初三时，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，中部以北高温22度左右，全台气温拢会豆豆回，一直到10到初7。东北季风小可增强，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过会转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